学校伫咧推动母语教学，不过正式嘅台语老师这块有关系无介济。成大台文系教授就统计讲，这南部讲台语人口比例上悬，不过台南高雄中学开专任台语教师的课却是真少，因为政府爱加强本土语老师的能力，也就爱增加上课时数。台南市教育局是回应讲，目前一定有伫咧清点咯，按算5月底会对外公布。 台顶老师参学生咧讨论台湾有啥物好所在，上课气氛真心实。这位是担任后甲国中的专任台语老师，对教学支援人员一路拍拼考调正式老师，为母语学证正式决心。不过，这阵犹原有真侪人参加台语师资培训，各个政府开正式老师的课，开无够济，有个人厌弃就为只好转去别度发展。有心咧学证咱本土的语言，其实是爱更加积极啦。 啊，阮当然会有期待，真期待咱教育单位会当为这个师资培训出来的老师，会当加开一寡台语课，或者老师已经有教学的专业啊，会当奉献伫咱的教学的现场，对着咱这学生囡仔嘛较有正面的帮助。根据成大台文系教授统计，对2022年6都中等学校台语专任老师开课状况，新北、台北豆豆咧增加，连到高雄、台南，明明讲台语比例上悬，却无啥课，教授认为应该提高名额，进一步提升台语教学的成效。但是教育局回应，目前正式教师有摕到台湾台语中高级认证的，国中甲国校加起来有1073个人，那教学支援人员嘛有369个，师资是有够的。那会当加增加这台语的专门的师资的课，安尼是上好啊。啊，佮包含咱伫学校内底这个教学台语课的教学时数，嘛要增加，上无一礼拜嘛要3节。 他会使讲吼，拢独尊这个中国话。已经在进行整个教师缺额的一个盘点。那缺额数的话，我们必须等到外县市老师的调动之后，整个缺额数应该开缺数才会比较明确。好，那预计是在5月底左右。虽然教育部有规范，对117学年度公立中学24班以上，甲公立高中22班以上的学校，上少拢要有一个正式台语老师。不过学者建议，唔仅是增加老师，嘛应该提高本土语的上课时间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